真感谢主啊！咱虽然这个外面的天气啊，听讲最近拢35度、36度总是咱有缘欢喜出门来到教会做实体的敬拜，这是一个真大的激励哦因为咱有时咱惯势要改一个习惯会足困难。咱平常时礼拜日早起准备好、款好，就赶来个礼拜堂，这是咱的基督徒一个例行也是讲逐礼拜真惯势的工课。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想讲，都住厝真舒适怎会惯势去毋过我知影讲咱经过这2-3个月逐日报都几万个，但是咱若感觉讲已经嘛会使讲畏显无咧甲注意就对啦这毋是讲咱无细之心，咱知影讲早晚拢爱面对所以咱渐渐用迄种较正常生活的心，但是咱犹原已经足习惯安怎来保护家己所以就慢慢恢复足正常的生活。我期待讲咱的这个疫情紧会当消退咱恢复正常的聚会，鼓励大家互相祝福。因为伫线顶网络虽然大家看会到、听会到，但是人甲人中间都毋是干那安尼定互相的交陪、鼓励祝福是真宝贵所以呢，咱先甲隔壁请安一下，讲祝你平安佮健康，来大家祝福一下有种信心感谢主。咱大先来做祈祷，主啊，的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守护阮这个圣日。主啊，你为着人类做这个水安排，7日有7日的休困，毋是因为你的规定，是因为你怜悯阮世间人，疼惜阮。毋但阮肉体爱安息，阮的心灵拢同款，需要重新来修补，重新来伫你面前来恢复新的快乐。主啊，这是你美好的安排甲创造，互阮因为欢喜顺服，阮就伫你的面前领受迄个上至宝贵平安、快乐甲健康。主，阮也学习要通过你的话来三面的，求你圣神伫阮中间，你亲自来赏赐你的启示甲感动，互阮。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今日姊妹，咱今日要三甲来学习一个主题，追求属天的平安。当平安大家拢真渴望要得到，但属天的平安到底是甚么？伫咱今仔日所读主要的经文是伫诗篇的第4篇，第4篇1节到第8节，事实是全篇的圣经。咱经文小等下来做复习咱就直接来分享这个诗篇所予咱的教导啦有人甲伊称呼讲诗篇是第4篇是一个平安之歌，但是咱对起头来个看并无感觉有平安的感觉，迄是一个拄着艰难挑战，甚至灾厄来的时啦。当要安怎叫做平安的歌？这嘛拄好咱近来无论是咱疫情的关系，也是真侪的兄弟有的有染到这个病毒呢，有的人生活、家庭、囡仔包括工作、事业，拢受到影响。咱这篇诗篇，互咱什么款的启示，是今仔日咱要三个学习的。第4篇，互这学者定义讲，伊这是一个个人的哀歌啦哀歌个人的，但是搁较是敬畏耶和华的人脱离痛苦、土愧的平安的歌。是安对哀歌进入到伫平安的歌，这是咱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兄弟姊妹，咱人生所面临到的征战，所需要伫遐学习的。意思是挑战固然拢有啦，灾难困苦嘛拢未免得，也毋过里面怎转化做平安的歌
第4篇的前言内底有一段话吼，咱若读圣经内底有写，伊讲大笔的诗交予圣乐长，用弦的乐器来伴奏。因为以早吼也无啥物特别的歌谱啦，也无录音啦，吼，也无影音来做指导啦，所以一段短短的话是对当时对这个诗篇真重要的交代，讲这个什么款的性质。伊讲交予圣乐长，表示这首诗篇是一个属灵的一个诗歌。啊，圣乐长就是一个属灵的指导者，毋是普通的一个会晓音乐的安尼就好，就是遵照属灵的音乐的指挥家所指挥配合弦乐吼，有弦的乐器伫礼拜中咧唱的诗歌。但是圣经学者咧研究吼，这个第4篇呢，有前后篇有关联啦，前后篇有关联。咱若有家己有圣经，你通掀开第3篇。第3篇有写讲，大卫吼受伊的囝押沙龙的背叛，甚至甲伊追杀。你看，互家己的囝也要来追杀，迄款的艰难，迄款的迄个混乱心吼，规个价值拢无去，迄款的心境，伊是个逃亡的心境，痛苦万分安尼，是用即款的即个背景伫遐咧进行。嘛有人甲伊讲，第3篇甲第4篇，好亲像是一个是早倒，一个是暗倒安尼。嘛有人讲第4篇甲第5篇嘛有相关的一个交替吼，所以会使讲第4篇嘛是一个暗倒的诗啦。因为后壁的经传吼，圣经就安尼记载大卫伊安怎通过祈祷甲交托吼，讲互我安尼倒落去就安然好困啦吼，安然好困。主亲自甲我来保护，才是真，值得咱真侪人带着忧虑甲艰难要困的时阵，这个诗篇诚做咱一个交托，得到平安的诗篇。所以大卫安怎会当伫遭受到至亲陪伴的痛苦，还佫有平安呢？这是咱会通对这段诗篇所得到的学习。咱现在思维，什么是平安？什么是平安？吼！咱知影讲，求平安，这世间人大家拢意爱啊。咱台湾人吼，伫过正的时阵吼，上流行的是什么呢？流行点光明灯，吼半暝过点的时阵，哇，大家抢头香。有的是吼去庙里借迄个钱母，讲要发财金。好像这的物件，就是因平安的一个追求就对啦。这是人伫世俗方面，咱无法度人讲去甲伊讲这对甲毋对，迄是纯粹人的追求啦。但是到底这是毋是带来真正的平安，并不一定。个人的认定会无共款。我印象真深，伫我中小学的时阵头一遍看到迄个荒漠甘泉像牧师周文慧人，大概迄本就是当时上重要的一本灵修册，因为无像现在网络嘛有啦，逐项的册足多啦。迄阵有一本荒漠甘泉哇，看到真宝贝呢。我印象真深，看到一篇其中的一日的一篇的故事，印象到即阵还伫咧。伊咧讲有遐个毋知是一个机关啦还是讲一个单位发出一个安尼奖奖征求啦，讲恁有甚物款的画家会当甲一个会当显露平安的图画出来，寄来参加比赛阮经过专家来竞选了后，会发出第1名的奖来互恁安尼哇，就真正逐个人足侪遮会晓画图的人就开始咧画这张图，寄来参加比赛。所以讲平安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安尼？其中的有2张是安尼不相上下，感觉讲拢达得真水真好的意境就对啦第1张呢，所画的是安尼一片的安尼真清净有云有草坡，真水真清净啦
啊，因为牧师无一张图吼，咱大概会当看即个图，即款的界面，感觉讲哦，看着足舒服吼，足舒服安尼。啊，咱有咧用电脑的人吼，十几年前吼，迄个微软吼，微软伊的桌面就是即张啦，吼，即张图，大家看到真印象真深安尼，感觉讲真舒服啦。你看电脑吼，有即款图面嘛，感觉袂歹。哇，即张图人感觉讲真好画啊，感觉真平静、真喜乐安尼啦。但是到最后吼，这个专家来描述吼，伊感觉讲有一张更较会当表达到。啊，这张图讲就是画着吼一个大瀑布的边啊，有一丛树啦吼，大瀑布弄叫对无吼？啊，迄水气足大啦。啊，瀑布的迄个边啊，一丛树内底吼，有一只鸟啊伫遐做收。哇，足安稳伫遐咧捕卵啦吼，足安稳伫遐咧捕卵。啊，无受到即个瀑布的声弄叫咧吼吼，无咧管伊就安稳啊，伫遐要互伊的囝啊孵出来安尼吼。到尾专家辩论较久，讲感觉即张图才是正港的平安吼，正港的平安。啊，这我印象真深的意思是讲，伫表面上大家感觉讲啊，一片平静无事是上好的啦。也毋过安怎伫迄个艰难甲挑战的中间，你的心犹原平静，就像只鸟仔母为着要哺伊的囝，伫迄款瀑布的边仔的树啊，有迄个水手咧平咧唱，犹原安稳来哺卵，啊，这才是正港的平安安尼。啊，这是我伫青少年时代读的一篇，可能现在咱若查有哪查会到吼。所以平安的意义到底是甚么？平安，那照耶稣的教示讲，平安是平静安稳的状态，也就是安息啦。人会当安息，啊，迄个平安就来。马太福音11章28节，咱真实的经节就讲：恁见若着磨担重台，就来就近我，我要互恁安息。意思安息是脱离迄个着磨甲担重台，迄个困境，逐个人拢有啊。项目嘛无相像，读册的囡仔有读册的重担，咱做事业的人有事业的重担，咱上班的人有上班的压力。啊，咱料理一个家庭，啊，对老到少年，逐个人拢有面临到的挑战。但是耶稣讲：恁来就近我，恁就来就近我。意思是，无论我任何的状况，我若是就近主。对主就领受迄个真正的平安，毋是用世间的物质，毋是用世间一切的保障之内，咱有就近主。所以大概有即几项伫圣经在描述的平安。第一项是平静安稳，你的问题又拄着解决。吼，以赛亚32章的第18节讲：我的子民会住伫和睦的家，安稳的厝体。通休困无受搅扰的所在，啊，会当安稳吼，无受搅扰，啊，休困无受搅扰的所在，安稳的处地，这是一个好的所在。我常听见咱有兄弟吼，咧讲着讲哇，有时呐，现在台湾咧市内住厝吼，拢非常的近呐，有当是咱公寓拢相隔壁，啊，若拄着吼。隔壁厝顶也是下骹的厝边啦，讲伊的生活习惯无共款吼，哇，实是足艰苦。嘛，顶下听到一个咱的兄弟咧讲，因为隔壁有住着一个可能精神上有困难的人吼，啊，所以逐暗拢咧弄壁啦，剁壁，实在是困袂去啦吼，困袂去安尼。有影咱这个社会人因为焦虑、因为烦恼、忧闷，所以用足多的噪音伫遐要发泄情绪，啊，但是别人会受到足大的干扰。啊，所以第一项会当平静安稳问题解决。以赛亚甲咱讲住伫一个和睦的家内面，啊，无争吵，啊，真和谐，啊，这个厝真安稳，啊，通休困无受搅扰。但是市话，今仔日这个时代，特别伫市内吼，咱要有一个安稳通好困的所在吼，实在是。啊，足感谢主的！啊，我住伫咱教会的牧师馆吼，我有感觉有一项吼，感觉较早毋捌的，啊，即嘛感觉真好，因为现在建筑技术真好啊。
就是讲咱图书馆吼，咱因为外墙吼，咱即个玻璃拢是隔音的玻璃啦，吼，隔音的玻璃。你若门关窗啊关好吼，外面什么声听无声有咧？有时咧外口咧落大雨，你嘛唔知咧。我迄甲贾博士讲，外口发生什么代志哦？咱若无注意啊，煞唔知影什么代志安尼。感觉讲，继续安静，你休困也是讲较袂受干扰。有时外在的物质的条件会当改善，但是伊遮咧讲的是讲，包括你的心灵，你厝内的兄弟的亲人，大家和睦客气。第二项的平安是欢迎甲行通啦，吼，欢迎甲行通。诗篇122篇60到70讲，着替耶路撒冷求平安，见那听恁的人得较平安，愿你城内平安，愿你的境内安乐。哇，这个城市充满着和谐非常的顺遂，这是咱所期待的安尼。事实咱知最近这段时间吼，包括疫情的情中间，全世界定有咧做评比啦吼，讲世界上宜居的城市吼，咱台湾足侪城市拢排有着呢吼，咱台南嘛有时拢有着名呢吼。意思讲，咱台湾这个社会若会当大家安稳大家出入平安大家徛起也真安稳吼。这是咱最大的期待啦。第三是和睦甲合一。罗马书的5章10节讲，因为咱要求做上帝对得的时，以互家己的囝替咱死，互咱甲伊搁和好，和睦甲合一，甚至上帝都愿意牺牲家己的囝儿，互咱甲伊搁好。这款最大的温情甲恩典祝福，对咱世间人来讲，有甚物款的冤仇？有甚物款的怨恨袂当化解呢？冤仇甲怨恨常常是家己起一个家牢，家己起一个安尼东墙铁壁，家己保护掉的，甚至反倒转无法当得到真正的平安。上帝互咱一个真水的模范，就是用伊的囝的牺牲，互咱甲伊搁好。咱人看见伫迄个圣经内面主要所互咱的教示啦，约翰福音16章30讲，我有将这个代志甲恁讲，是要互恁伫我内面有平安。伫世间恁有苦难，毋过着勇敢，我已经较赢世间。这是咱常常爱送人敬赞的一种的鼓励，就是讲耶稣一直咧甲咱提醒吼，外在有苦难呢，外在的条件甲风险是拢伫咧呢，但是伊一直咧强调讲，咱伫主的内面啦，伫主的内面，你要进入到耶稣基督的内面，这是关键，也是讲这是一个秘诀。咱若无进入，咱若无进入到耶稣基督的内面，伊讲来就近我，我要带恁得到安息，恁伫我内面有平安，因为讲世间有苦难，你就勇敢。表示讲，上帝耶稣基督赢过世间，但是这表面上的条件了伫咧，只是伫主的内面，耶稣基督，互你有真正的安稳，唔惊一切世间的苦难，因为伊已经赢过世间，表示这个世间还有一个较超越的快乐，是咱的主。另外，咱足类似的经节就是14章27节，约翰伊讲：我将平安留互恁，我将我的平安赐互恁。我赐互恁，甲这世间的对互人的无共款。你的心唔通着急，不安嘛唔通惊吓。兄弟姊妹，首先吼，咱进前这2冬拢为着疫情伫咧烦恼咱的这主事人员，咱这医疗人员吼，迄承担偌济压力，咱无法度人好想象啦。但兄弟姊妹，你有感觉到无？对俄罗斯来攻击这个乌克兰吼，事实。疫情所变做，唔是中间的艰难之一呢，是即马全世界面临着一个大洗盘啦。战争带来气候的变化，带来物资的战争，带来通货膨胀，带来运输产生的混乱，带来咱大家人的生活。逐项拢起价，肉燥饭也起价，包也起价，面包也起价，
这无影响吗？这有钱的人无感觉哦。这一箍一角在算的人哦，你会感觉讲哇，出去哦，行一逝无通买衫，安尼钱开了了啊！兄弟姊妹，这款的艰难伫咱这个世间，有时是起起落落，有时是搁再循环，一直在来。兄弟姊妹，咱若讲要用各种的办法来应付，你发现咱国家上高的迄金融专家，伊都应付袂起啊！日本吼，迄币值安尼贬值遐济，因遐尼高的人都应付袂起啊！何况讲咱一个普通人，咱无受影响吗？这个气候大变迁，欧洲吼落大雨规个庄拢淹了了，有的所在抗旱火烧，这拢是咱人所无法度通去预料到的艰难甲困境啦。所以，咱讲要躲闪，咱讲要避免，咱讲要消灾解厄，别人有代志我无代志，这拢毋是一个好办法。耶稣讲：“恁伫我内面有平安。”意思是真多的患难，咱困难去避免，但是咱有主通靠，咱就会当伫苦难中看见安息，看见平安。主耶稣所赐予来平安是甚物？伊是对天顶来的平安。雅各书1章17节讲：一切美好的赏赐，甲一切完全的恩赐，是对天顶光明的源头所赐的，是对天顶的源头。一切美好哦。一切完全是对天顶所来，因为即位咱个人有智慧，令上帝予咱真侪知识，包括咱国家的社会的真侪迄个机制，会当保护咱台湾吼一个真安稳的环境，一个适合徛起的环境，一个真舒适生活、大家和平相处的所在。但是咱无法度避免到的。是自然的灾害，是一般一切的挑战。咱若无对天顶来平安，咱真侪人用药物、用各种的办法，到永远无法度得到。咱是要追求迄个对天顶来平安。那相对的，咱知影这地面上的平安，真侪人爱得到这啊。建立伫金钱、健康、地位、名望、权力等的条件顶面，但是拢真短暂啦。有时一个紧就无去，咱台湾选举又搁要到一个选举要到进前，一大堆安尼攻击就来论文红来抄的啦，人有啥物拄代志，人讲迄啥物款骨头拢有啦，人的地位名声有时喊一声要无就无呢，搁较免讲金钱甲健康，伫即个社会变动、股市变动的中间，你要安怎安稳着？当然，这个有基本的条件是互咱安稳的所在，但是要得到真正的平安，甲咱拄则讲对天顶来的平安是无共款的。耶稣所想的平安是甚物？是超越环境，互咱面对苦难永远会当喜乐。这个平安充满着咱的心，而且是持续到永远。这是咱一个基督徒上大的。这个特权啦，是上帝予咱这个安稳你有迄个开力通超越环境无？伫苦难中，你永远有喜乐无？因为有平安，有主内底的平安，所以会当持续，无受外口的风吹草动。就亲像迄只伫瀑布的头前在捕卵的鸟啊，伊明知影迄个风险环境。无适合，但是伊有够个信心甲安稳。咱知伫圣经内面强调平安。伫新约有学者研究讲，新约的圣经内底出现100摆、100外摆的迄个平安比如讲，咱看见这两三大经文讲，愿你平安，这是耶稣所讲的。约翰福音20章讲，一礼拜后，信门徒佮聚集伫厝内。多马甲因做伙，门关地，耶稣来徛伫因中间讲：“愿恁平安。”这是耶稣受苦佫倒转来伫因的中间，讲愿恁平安。对这个门徒来讲是何等大的安慰，因为因在烦恼、在忧闷、在忧伤。
哥林多前书1:30讲，愿恁对咱的父上帝甲主耶稣基督得到稳定甲平安。这是一种祝福的话，常常咱用这个话来送予咱的亲人。兄弟姊妹，咱最后要来学习讲，安怎追求属天的平安，伊的途径甲步调啦吼。咱通对诗篇第4篇来学习，苦难中得到平安的秘诀。第一，咱来谦卑恳求上帝的帮助。兄弟姊妹，真侪人吼，特别是信主一段时间，也是久久的人，拢会感觉讲惊，互人笑讲，哎哟，遐无信心吼。连这也咧烦恼，连这咧惊吓。但是若是看诗篇，连这个属灵的伟人大笔，伊拄着艰难的时阵，犹原伫上帝面前讲主啊，我袂堪折啊。所以会晓伫上帝面前表露家己需要帮助，这是基督徒一个入门的条款。你都爱学习伫主的面前，知影讲主啊，我无法的，我有困难求你帮助。第二，你会晓处理控制你的情绪，特别是危急的中间，伫艰难的中间，亲像诗人伊伫咧描述伊家己的情景的中间，咱若注意看第4篇的第1节到第8节吼，有一个头前后壁一个变化。但这首诗歌有点对称吼，诗人大笔描述伊面对的困苦。第1节到第5节是第一段是祈祷，第2到第5是一个信心的回应，第6到第8是一个祈祷，第7到第8是伊倚靠上帝要得到安息。所以这段8节的经文是一个祈祷得到得胜，过来个祈祷个得胜，这款的一个诗词的表达吼，一个表达。因为大笔伫当时，除了这个圣经学者研究讲，这个是押沙龙吼来陪伴的一种的心境，迄可能毋是当时啦，是后壁的时阵，伊咧描述迄个心境。嘛是有人在研究这段经文内底，有咧讲起着讲，事实当时嘛有一寡有权力者吼，就是讲甲伊咧竞争的这个权力者，甲伊变面啦，甲伊踢笑啦，甲伊支持，互伊心足乱的。但是伊犹原坚心倚靠上帝，向上帝来呼求，而且伊强调讲伊要过敬虔的生活，要敬虔的生活。所以兄弟姊妹，因为伊安尼一直强调对上帝得到帮助，所以伊才后壁面会当得到这款的安稳吼。后来就是讲有倚靠上帝引出来的信心啦，有倚靠上帝引出来的信心。就亲像诗人伊伫上帝面前祈祷了，讲安然休困的共款，意思共款。所以兄弟姊妹，无论拄到什么事，拄到什么的困境，基督徒甲一般的人共款，拢面临着这个征战。但是咱基督徒上大的一个安稳是讲，咱让仰望十字架来祈祷，来到上帝面前来恳求。所以伫两咱交托的时阵，咱这个时阵痛苦会变作喜乐。较平安，就亲像圣经内面诗人讲：我倒落去，我就要安然好困安尼。伫腓立比书一段经文，在描述这种交托的平安甲喜乐。4章60到70讲：一切无伫看路，独万事就用祈祷、恳求甲感谢，将恁所求的摆列伫上帝，就上帝平安，搬过一切人所想的到的，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恁的念头，无你看路，用祈祷、恳求、甲感谢，安怎呢？将恁所求的摆列。这段话吼，有一个上大的关键是讲，主无先甲你解决遐个问题啦。问题可能还未解决，但是你若交托，你若摆列，上帝的平安就要搬过一切人所想的到。你代志还未解决，你的平安就来啊！这敢不是上帝上恩典的事吗？你要等他解决了，他安稳吼，都代志磨甲已经无力去啊。是你有平安，你就有气力去解决代志。
安尼事事无共款对无？有代志来吼，足侪人安尼，人讲热锅上的蚂蚁，啊母甲即层母袂好，啊搁加一层，你敢知影？足侪人伫拄着苦难甲困难的时阵哦，头一件吼，本来会当解决的，但是你慌张烦乱啊，人讲病急乱投医啊，四处去找啦，哇！即啊一空无补，后一空搁较大，所以即段话毋是空嘴报纸啦。这段话是互你解决代志的至理名言。你将祈祷、恳求、甲感谢成排列，就上帝平安搬过一切人所想会到的，就要保守你的心理念头。一人对于安稳有信心，伊充满着平安的时，处理代志吼，就袂出错啊，就袂安哩哩落落啊，就袂讲哇安尼挂一漏万吼。啊，东补一空，西阁破一空，现实话，而且咱互相相甲勉励，咱基督徒，特别是咱受这疫情伫要过，咱爱受主来差遣，让人传讲属天的平安甲福音。你爱用你家己做模范啊！你家己拄着困难，上帝安怎带你经过？这款的气力来让人传福音。平安是基督徒拥有极大的祝福，所以伊的根基在上帝的下面，上帝的头棒，上帝的保守。所以咱行出去，向世间人传讲平安的福音，就亲像咱所拄则读的圣经14章70到80。这属天的平安是一种信心的宣告。咱做伙坐声来读这段好无？吼，这段。诗篇第4篇第70到第1句一句，咱做来读背来。上帝互我心内有欢喜，赢过人得到真多五穀甲新酒。我要安然倒伫困，因为只有上主，你会互我安稳徛起。只有上主会互咱安稳甲徛起。咱人伫这世间所面临着的征战，咱无法度通预测，什么代志要来，咱毋知。但是咱只要伫主的内面，心内有欢喜，讲赢过世间的宝贝、世间的好物、五穀甲新酒嘛，我会当安然倒伫困，因为有主力，互我得到安稳徛起。主互咱得到安稳甲平安。兄弟姊妹，愿主这款对天内平安，赏赐伫每一个兄弟姊妹身上，特别是这个疫情还未消退。真侪人为着这事咧烦恼忧愤的时阵，这个是真大美好上帝所发来的祝福。